另外，伫高雄嘛是同款有大风雨的灾情，伫山区的桃园这带呢，真侪搭这车路甲主体拢有受到损害。另外，伫高雄市内是有社会主体水管落去，这公共区域呢是规片拢咧漏水。另外，南仔溪是有饮料店这冰箱，互大风甲掀倒去。规栋铁片厝互强风吹变挂伫路边的边坎，抑个厝顶无块。由于风台13带来强风大之后，高雄山区桃园区真侪路面体拢损坏。台风发布之前，他们有去经过一次，但是因为瞬间的雨量太大，所以导致于说那个可能因为楼上有花园啊，小花园，可能那个落叶啊跟那个树枝。把作用卡住。说那个13楼淹水啊，请他的那个楼层的客户有空上去帮忙这样子。另外，市区风雨共款惊人，凯旋青树下梯 B 栋大楼技术因为厝顶排水孔互叶啊塌掉咧，未付排水。13楼公共区域漏水，差点淹入去徛街。住户听到广播，主动到13楼协助扫水。快5次了，第一次是我电梯里面会漏水，逃生梯会淹水下来。每一次发生淹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做不一样的措施啊。就是到社梯有住户讲，B 栋还有一部电梯故障，因为凯旋青树社梯漏水已经不是第一摆。高雄市政府表示，严格要求厂商来修理，搁清查漏水的主要原因。确认漏水的主因，主要是因为水管接头的松脱。目前厂商已经紧急派工进行修复。预计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用了风台后，高雄市区出现10级风。南门溪这间饮料店白色冰箱13尾暗晚，互强风吹甲倒落。另外一台比人较悬的冰箱店头家食力冻掉咧，也是差点冻不掉。有稍微做那个把它固定住了，但是还是顶不住。店头顶一摆单仔市风台都被吹倒一台冰箱，这摆冰箱直接报废，互店头真心痛。早起继续整理善后，连续风台大水雨，无高雄一直出现灾情，民众盼望风台莫过来，才袂阁造成灾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